无论是赛车还是骑车，真正拢爱细致。进前才发生真一件高龄驾驶造成车祸死伤的意外，即马又有乡亲伫新北的英歌区看到一个头毛焦白老大人呢，连行拢行袂知，佮赛车，这个影片一个放上这个网络，网友都讲这真正是有够憾。警方嘛毋敢大意，主动去找这个人。这个68岁姓陆的老先生，被拿走时，拢需要警方甲扶落车，而且伊的驾照早就被注销啊，当场甲开一张无照驾驶的罚单，车爱扣留。刮喙暗，头毛白白，阿伯爷脚步颠当，行路敢若袂知，佮爱亲手替伊甲助行器放伫咧汽车的后壁做灰。短短3公尺距离，阿伯爷行要30秒，想要到刷了伊拍开车门，坐起咧驾驶座，准备要赛车。安尼我要赛车？民众看到这个画面，全部拢硬硬去。这支阿伯爷行动不方便，敢会晓赛车？代志就发生伫咧昨中昼12点外，什么市英歌区，何况进前才发生真侪件高龄驾驶引起事故，造成死伤。画面传伫咧社群平台，警察嘛唔敢大意，主动过去介调查。阿伯看看落车，佮请警察斗相共扶理，才勉强会当骑载。警察当场调查出这位68岁姓刘的阿伯，驾照早就去注销，算是无驾照。当场开罚单嘛扣留夜车，通知家属领回去。经查，该名驾驶驾照已注销，且下车还需远景搀扶，身体状况不佳。阿伯啊，虽然也未达到75岁高龄驾驶换照的年岁，不过驾照早就去注销，嘛明明知影身体状况无好，煞嘛是要赛车上路。加在无发生车祸，警察嘛讲，若伫咧5年内搁一摆违规，相关会该罚2万4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